慶夢露苑公寓。金湯街、山城巷、山城巷舊時叫天燈巷嘅歷史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。1900年，有法國傳教士喺條巷度豎起支竿，掛咗盞燈，為夜路人照亮條路，所以就改咗名叫天燈巷或者天燈街。佢挨住重慶嘅古城牆，沿住山脊由上半城一路蜿延落到去長江邊，係連接上下半城嘅一條重要行人路，充分體現咗老重慶爬坡上陷嘅地形特色。巷裏面保留咗唔同時期嘅建築，比如有過100年歷史嘅法國仁愛堂，有上海石庫門風格嘅口爐，同埋典型嘅川渝吊腳樓，絕對稱得上係山地建築嘅博物館。佢見證咗重慶開埠、抗戰呢啲重大歷史事件，喺一條承載住山城100年記憶嘅活化石巷道。山城巷一條因為一盞天燈得名，貼住古城牆生長嘅100年老巷，係了解重慶山地格局同歷史變遷嘅活字典。
器口古鎮。慈禧口始於宋朝，原名白岩牆，後來因為明昭建文帝曾經喺度隱居，所以改名叫龍隱鎮。明清至民國時期，憑住嘉陵江嘅水運之便，成為咗一個繁華嘅商埠。因為盛產同轉運瓷器，就改名做慈禧口，達到小重慶嘅鼎盛時期。隨住公路運輸發展，佢嘅碼頭功能慢慢衰退，如今轉型成為重慶最有人氣嘅旅遊古鎮，成為展示巴渝民族文化同美食嘅一個活態地點。比明堂。重慶火鍋。蝦號女。鶴桂糖水。金碧皇宮郵輪。金碧皇宮係重慶兩江夜遊裏面一隻好搶眼嘅仿古豪華郵輪。重慶來福士。
除咗佢夜遊可以欣賞到洪崖洞、重慶大劇院、來福士廣場、南濱路等等核心地標嘅璀璨夜景。東水門長江大橋、重慶長江索道、從招天門碼頭出發，行經典環形航線，一次過遊覽嘉陵江同長江。重慶大劇院、洪崖洞、重慶來福士。